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0月10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甘心顺服。我们要读以斯拉记3章5到6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 RPG 的金句。另外，他们又献上立场的烧化祭，以及在初一和在所有其他敬拜上主的聚会中所该献的祭，又有向上主献的自愿祭。以斯拉记3章5节。10月2号，我们在33号2楼的新堂举行礼拜，并召开了临时的会合会，选举出长职。感谢主，让我们顺利召开，并且顺利来选出5位长老、7名的执事。虽然最后一位执事因为3票之差而未能当选，不过整体而言，感谢上帝，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算蛮顺利的。这次的礼拜在新堂举行，其实我们把它先定位为测试新堂的这些设备功用。然而呢，有听到一些长者回应说，哎呀，我们觉得这里天花板太低了啦，感觉非常的有压迫感等等的一些反应。没有错，其实这个场地及装修的风格，为了不一样的族群所预备的。其实借着各种不同的敬拜方式，让大家有不一样的选择。不过到底我们来想看看参与在敬拜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的焦点是什么？不论我们对于过去的信仰经历有多美好，或遇到好多的挫折，重返圣殿的修建工作就是一个重新更新敬拜我们自己的态度的旅程。不管是犹大人或者是我们在面对新堂的建造工程，其实我们都需要将眼光从有形式的敬拜设备仪式程序讲员，转向那位唯一配得敬拜的全能上帝。不论唱哪一种语言的诗歌，使用哪一种礼拜的传统，采取哪一种音乐的风格，敬拜其实始终不是指向人的选择、人的喜好，而是指向上帝的临在。唯有我们的心预备好了，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敬拜，我们才能够进入一场真实的敬拜当中，而且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不是你喜悦而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场礼拜，是一场纪念、感恩及期待未来充满盼望的一个礼拜。在住棚节的节庆当中，提醒与纪念这位曾经带领他们的祖先从为奴的生活、为奴之地，把他们带到旷野，甚至带到应许之地，成为自由的子民。那现在呢，他们也亲自来经历新的出埃及，所以他们在礼拜的当中，他们流泪感恩想想看，他们在可能废墟当中建立了祭坛，而圣殿还未立定根基这是在后面所以他们先筑坛敬拜献祭。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敬拜上帝，然后来献烧化祭献其他的祭心里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都甘心乐意，而且在那边敬拜跟献祭，不是1周2周，
而是每一日连续在这样的一个敬拜跟献祭当中，他们甘心乐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哦。所以这里的敬拜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好的循环，那就是7日的每一日都献，而不是7日中的一日献祭。其特点是什么？虽然规律，但不至于沦为好像习惯性机械式。此外，谈到甘心祭，则显示说，不仅是按着命令来献祭，更是存感恩的心来献上敬拜，献上祭物。申命记在16章第10节说什么？说这样的礼物必须是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而献。因此呢，其实它是一种爱的献礼，是受到他这位赐予者的爱所感动，然后你自己甘心乐意献上。所以因此呢，被掳归回的人，他们便遵守这种蒙恩的管道，开始重建他们的社群。第6节跟第1节构成一个大的刮弧，凸显出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哦。一个新的敬拜是要从心灵开始，并且在以色列百姓哦，他们一年最高峰吹角中来开始。圣殿尚未建造啊，但是他们先开始这些的献祭敬拜的步骤，因圣殿乃是为了敬拜而设立的，所以借着归回百姓的敬拜跟献祭，我们来反省我们的敬拜态度、献祭的态度，是不是出于甘心乐意，或者呢，是因为我们担任我就是长老啊、执事啊，所以我是小组长，我不得不奉献，不得不参与啊，或者是哎呦，我的牧师都一直在呼吁啊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回应奉献服事。我们会不会因为场地舒不舒适的关系，带领敬拜的人唱得好不好，而影响我们敬拜上帝然后奉献的心情呢？常常我们是这样吗？愿我们的敬拜、服事与奉献都是甘心乐意摆上，因为上帝先为我们摆上，耶稣先为我们摆上。如同诗篇作者说：“上主啊，我要欢欢喜喜地向你献祭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至善，你救我脱离了一切患难。”在诗篇54篇6到7节。我们来默想，犹大百姓按照上帝所指示的献祭，而且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这对你有什么启发呢？你一切的奉献是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感谢你甘心乐意按着天父的心意，毫无保留为我们来献上你自己，流出你的宝血，使我们因着你的奉献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，成为蒙恩的子民。但愿我们不管是参与在哪一种的敬拜与奉献，我们内心都能够甘心乐意向你献上感恩的祭，也愿我们所献上的一切都是蒙你悦纳的，并这样的献上得着你赐福保守，让我们所经历的福不受恶者的干扰，也让你要给我们的应许能够成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在此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